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有受灾户铺文来指控，讲伊的厝是共租的，结果这个补助金拢互厝主摕去，互伊是希望变绝望。啊，内政部是讲，这个每一户补助35万，厝主甲厝卡是分开来申请的。这个清理的费用5万块，甲复原的费用10万块，是由租客来领。啊，若厝主爱修理厝，所以厝主是领房屋的修复金20万。 汽车放在伫咧烂土内底，厝嘛一半互土砍掉。花莲公户逆流事件，负责家灾情严重。经过志工甲国军的协助，家园的恢复真无简单，才顺利运作。不过，即马所可能领袂到政府救助金，真正互受灾户有够绝望。 有网友上网讲，家己住伫咧佛祖街46巷，嘛是受灾户，敢讲厝卡就应该摕无任何补助，也是慰问金，财产甲车一个拢总无去，厝主无关心就准拄煞，阁想要家己摕钱，真正互伊希望变绝望。毋过根据相关规定，即个花莲逆流灾害，家园支持中央3个方案，逐户拢总补助35万，厝卡只要向乡公所申请居住证明，就会当领到摒扫甲恢复的慰助金，拢总15万。啊，若厝主是厝的所有权人负责修理厝，会使领中央另外20万，也就是讲厝卡甲厝主是分开领的。总共是2650户等待拨款，那这部分已经经内政部有审查了，那我们就送给那个卫福部。那原则上卫福部是1日内就会进行拨款。马大安邦山湖逆流事件，互真侪民众就安尼无厝通住，就等政府分相关的补助金来到3天。不过相关的单位也是要对受灾户领钱资格更较严格的，避免互一寡唔正人两人胖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